多謝機管局邀請我去香港國際機場酒會2026。呢2年呢，少咗喺台上面，多咗喺台下面，都幾好啊！我哋機場再創高峰，祝大家身體健康。見到佢哋跳舞跳得好開心，哇！原來上面都有。你睇下呢個背心男跳得幾 enjoy。我發現喺台下面，我有少少人群恐懼。呢個 MC 都做得幾好喎。呢度5月27號呢，就可以用佢飛去第度㗎啦。至於返香港遲啲啦。今次第一次用呢個方法記錄我嘅生活日常，簡簡單單用手機剪片。下次見。